香港山多平地少，大部分嘅房屋同重要設施，例如公路，都係依山而建。每年嘅暴雨一發生，我哋面對嘅山泥傾瀉嘅風險咧係非常之高嘅，即係獨特嘅。香港喺過去經常發生山崩土掩嘅慘劇，令好多人痛失生命同家園。單係1972年6月18日喺秀茂坪同寶山道發生嘅2宗大型山泥傾瀉，就奪去咗138人嘅生命，震撼全港，喚醒市民對斜坡安全嘅警覺。為咗守護市民嘅生命財產，免受山泥傾瀉嘅威脅，土力工程處於1977年成立，逐步建立一套全面嘅香港斜坡安全系統。香港斜坡安全系統係我哋工作嘅核心，裏面包含3大嘅策略。首先，控制新發展帶嚟嘅風險，例如我哋會制定斜坡設計、施工嘅標準，同埋要配合一個審批制度。第二，降低現有發展所面對嘅風險，包括我哋嘅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，逐步有序喺政府斜坡、天然山坡進行鞏固或者係風險盤減工程，以及推動私人斜坡維修等等。第三，減少山泥傾瀉造成嘅影響，例如教育公眾防災避險嘅知識，發布山泥傾瀉警告或者特別提示，同時提供山泥傾瀉緊急服務等等。近年極端天氣日益頻繁，面對新嘅挑戰同機遇，香港斜坡安全系統亦持續創新，採用好多嶄新科技。例如，工程人員會利用激光雷射掃描，更精準同有效率咁記錄山坡嘅地形同地貌特徵。拍攝所得嘅數據亦可以用嚟建立數碼3維模型，以便後續嘅分析同設計工作。另外，土力工程處自行研發嘅岩土資訊系統，亦革新咗以往存取斜坡數據嘅方法，成為業界不可或缺嘅數碼工具。最近呢套系統更加升級為3維岩土資訊系統，以支援數位孿生技術同建築信息模型等嘅3維資訊。近年，土力工程處亦利用人工智能分析降雨同山泥傾瀉等嘅大數據，以提升評估山泥傾瀉風險嘅能力，優化山泥傾瀉警告嘅發放。透過香港斜坡安全系統，按照風險為本嘅原則，我哋已經將香港整體嘅山泥傾瀉風險由部門喺1977年成立之初大幅度下降咗超過75%。呢個水平係國際風險標準入面達到合理可行嘅最低水平。The expertise acquired over the years in Hong Kong and the expertise in GEO is a leader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, and the expertise that you can offer to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is an example that many countries aspire to achieve. 展望未來，土力工程處會繼續努力不懈，令香港成為具抗禦力、宜居、宜業、宜樂嘅世界級城市。